吳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大家好，我係6B 班嘅崇文博。我係6B 班嘅陳心。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嘅國旗下講話主題係中華文化幸福體驗。陳心，係啱啱過去嘅農曆新年同元宵節，你有冇好好享受呢兩個中國傳統節日呢？當然有啦，我唔單止了解到年獸嘅傳說、春節嘅傳統習俗，仲食咗好多節日美食，真係好幸福啊！但係你又知唔知道中國節日文化背後嘅意義啊？我梗係知道啦，中華文化着重人倫精神，我哋由祖輩開始就好重視人與人之間嘅關係，而節日就更加係人倫精神嘅體現。就攞春節為例子啦，我哋會喺除夕夜同家人一齊食團年飯，連遠喺外地讀書同工作嘅家人都會聚首一堂，同長輩團圓相聚。晚輩不遠千里，代表對長輩嘅孝義同思念，體現出中華文化中禮孝人倫嘅精神。係啊，我喺外國讀書嘅表哥都喺新年前返咗嚟香港，同公公婆婆一齊過農曆新年。婆婆為我哋準備咗好多嘅賀年食品，每道菜式都蘊含住豐富嘅寓意㗎。例如年糕寓意步步高升，一方面祝福工作緊嘅人職位越嚟越高，另一方面亦祝福小朋友快高長大。呢啲賀年食品除咗美味之外，更重要嘅係寄託住對我哋來年嘅期望，更承載住長輩對我哋最真摯嘅祝福。真係估唔到節日除咗可以為中國人民提供身份認同感，原來背後仲蘊含住咁豐富嘅中華文化，真係令人又溫暖又幸福啊！咁你仲想唔想了解更加多嘅傳統中華文化啊？想啊想啊，但係農曆新年已經過咗啦喎。唔使擔心喎，為咗延續春節嘅溫暖幸福，為咗傳承中華文化嘅傳統美德，學校特別為我哋準備咗中華文化幸福體驗周。由今日開始到星期四，每日都會有精彩嘅節目。首先，我哋今日就可以參加由著名作家子健主講嘅圖書講座，主題係中國傳統節日。相信大家參加完之後，都會對唔同嘅中國傳統節日有更加深入嘅認識。而聽日就會有傳統中華文化攤位體驗活動，我哋唔單止可以參加唔同嘅文化體驗活動攤位同手工製作攤位，我哋當日仲可以着住華服返嚟學校，實行由外到內感受中華文化嘅幸福啊！星期四嘅節目都好精彩㗎，我哋會有中國歷史及文化互動講座，到時候我哋可以運用 VR 暢遊北京故宮。令我哋可以喺遠方都欣賞到宏偉嘅中國傳統建築，同理仁愛中國心，精神健康齊實行。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個中華文化幸福體驗周入面學習到優秀嘅中華文化，仲收穫到滿滿嘅幸福啦！多謝大家。